在复杂研究，味道会得到皮、肉和功能，人类学用的嘅历史至少做得讲到1万年前。对用的亚种动物的需求，唔单止做得对一道文字后看得出係代表何為事物，就連生活都方卡受同樣有關的含義，工藝都方未看得出老用的看作係動有價值的動物，上來有哪道也就帶大家共下嚟看啦。每每是人風才頭老馬鈴薯，又走入隔壁些蒼毛嘅動物，係台灣長入嘅蒼松山中，唔但像看起來電影下講到老種兒入關嘅事，單單都有好嘅意思。當然啦，吉樣，出來吉祥啊！啊，那個是就那個事來講，比如講，那個樣向下上了線啊，啊，這個東西當氣啊。就連行業嘅生活當中，例如囂張中獎、離經難當咁樣嘅工藝，有錢人家啦，啊，冇就講嘅身體唔好嘅人補啊，啊，就係會講嚟침養肉來食，所以呢個價值呢是非常的高。因為今年係熱年，特別是咧同個人嚟安排上小鐵站，讓民眾了解人氣度了解蒼松山中被廢市中韓國中國領中兩種老種兒入關嘅動物，唔過專家嚟個人機會說明，雖然看起來老名兒都當場，唔過領中其實唔係種兒。沒有羊科這樣的一個分類啊，它特別都是在牛科底下的羊的亞科，然後才有分羚羊啊，什麼。特別是咧同個人嘅熱年鐵站，都人氣度嘅教育中心會展出營業，放假期間嚟安排了親子暗示章，而談因設置都熱年向下來認識種兒嘅生態，韓國老人類之間嘅關係，啊個新聞總書記陳榮準特別報道。